點解有啲人身邊永遠是非不斷？今日同人扯皮，第二日又有麻煩，後日又鬧交。我用4個字講清真相：爛人士多。無論佢表現得幾優秀，本質上唔係蠢就係壞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士多暴露咗2大缺陷。第一係能力缺陷。你諗下，乜嘢人會日日麻煩？一定係佢解決唔到問題。出門先發現手機冇電，煮飯先發現菜冇買，揸車先發現車冇油。同一個錯一犯再犯，證明佢無從過去經驗度總結出有效模式。呢種人一係蠢，一係懶，根本唔識思考。第二係情緒失控，一句說話唔啱聽就爆炸，人哋過得好就眼紅，少少唔順心就大發雷霆。呢啲人管理唔到自己情緒，反而俾情緒控制，做出破壞性行為，對人發火，衝動消費，傷害別人。而每次情緒爆發都會製造出更嚴重嘅新問題，形成惡性循環。所以你睇，士多嘅人根本就係能力同情緒雙重失守。但係更深層嘅係心理缺陷。有一種人專門靠製造事端嚟獲取存在感，心理學上叫服從性測試。佢會用雞毛蒜皮嘅小事不斷試探你底線，觀察你反應，然後想盡辦法為難你，目的係奪取主導權，控制你，吸你血，將你食乾抹淨。另一種人就係心理邊界混亂。佢成日包攬別人嘅事，睇落熱心腸，實際上係內心極度混亂，分唔清自己同他人界線，無法拒絕別人請求。結果唔單止搞垮自己，仲會將所有人都捲入混亂，用佢嘅好心製造更大麻煩。所以識人最簡單，睇佢事多唔多。一個事少嘅人，身邊冇咁多亂七八糟嘅能量聚集，磁場乾淨，仲透露出佢好有智慧。呢個世界冇人係一帆風順，但如果一個人身邊事少，就證明佢有令麻煩止步嘅能力。一係佢有強大心理屏障，識得精準篩選同隔絕爛人爛事；一係佢有高效解決問題嘅能力，懂得變通同思考。呢種就係頂級生存智慧。事少先係真正嘅高手。記住一句：事多嘅人會消耗你，事少嘅人先會成就你。想學識識人避坑，守住你嘅能量同時間，關注 Jackie用結果說話，